大家好，今次係未更新記局，主力有2張螺旋轉擊同萬物一心，加埋活力8係轉擊。之後就係想拎多啲零廢牌，最好就找擊，多張萬物一心，仲要有埋金字塔正野性又係好好用，出多次零廢可以，都係得2張找擊，到打新版記鏡。如果而家玩，應該會等用到加速先出轉擊。第一形態係會出咗記牌就燒卡，第二係冇得抽牌，第3係牌費加1，之後就重複，諗返都覺得唔易打。萬物一心真係勁，有多幾張找擊就好，冇咩特別，死咗就到女王。爽一嚟有轉擊，有6下一次過秒咗個世紀，之後就係消耗戰。好彩有支藥水擋到一下，4血。1血。機會嚟，2雙轉擊萬物一心咩都齊。KO， 而鋪好玩，少少驚險，1血殺。多謝觀賞。